Hello，YouTube 我係 Jason。早兩日喺其中一條片裏面咧，有個觀眾就留言話我啲資料俾人放咗上去維基百科嗰度。其實我耐唔耐咧都會上網去搜尋一啲咧關於自己嘅嘢嘅，睇下有冇人講我壞話啊嘛。咁但係我一路都唔知道咧，原來我而家自己咧係有一個維基百科嘅 page 喺度嘅。咁我哋今日咧就上去維基百科度咧睇下啲人究竟寫我咧係寫咗啲乜嘢。好啦，維基百科我 page 就咁寫大 J 嘅寫住大 J 英語 Jason Chow。點解會知道我啊？我好似有講過，因為自己1984年8月16號出生。好彩佢呢度寫我係未死嘅啫，仲未知我幾時死。OK， 香港 YouTuber， 2002年赴日本留學並修讀工商管理。哇，咁清楚嘅喂。不過我諗呢個可能係因為咧有睇到我本書，因為我本書裏面有講到嘅。2012年開始 YouTube 影音創作，主要拍攝遊戲影片及影像網誌。2015年6月成為香港第一個突破1億觀看次數嘅 YouTuber， 年薪亦達到過百萬港元。嗱，我就咁睇過呢個內容咧，應該就係喺我本書裏面出嚟嘅。大家睇下側邊呢度先。出生係呢個英屬香港，1984年8月16號，而家32歲。出道地點香港，我算出咗道噶啦，已經係嘛？國籍中國香港，居住地香港，職業 YouTuber，ViuTV 節目 KOL 主持人。今日上面有我 YouTube 資料啦，都幾新喎，2017年6月嘅喎，更新到去。好啦，睇下個生平先，早年生涯嗱，呢度上面啲嘢咧，我都真係第一次睇佢寫，我從來冇開過呢個 page 睇嘅。OK，Jason 於1984年8月16日出生於香港，祖籍廣東東莞。喂，呢一個籍貫邊一度呢樣嘢咧，我好似只係喺其中一個場合裏面有講過，我本書裏面冇寫到，我拍片冇講過。呢一個佢真係有去到我嗰一次嘅現場嘅活動，佢先至會知嘅。嗰一次嘅現場活動仲要唔係好多人嘅，就得100-200人嘅咋。哇！呢個人佢真係跟到足喎。OK， 他在家中排行第4，有一個姐姐和2個哥哥和1個弟弟。大 J 曾在香港就讀第一組別中學，佢又知道我讀咩中學。我讀過嘅嗰一間中學好似係 Band 1定 Band 2，Band 1、Band 2嗰啲啦嚇。而家啲學校點分我唔知，但係我讀書嘅時候係分 Band 1、2、3嘅。OK， 之後轉讀國際學校。2002年赴日本東京留學，他亦因此能說流利日語。他就學期間應徵香港商業電台的唱片騎師職位，但不獲聘用。係啊，呢一個呢，我 send 過一餅 demo 帶過去呢一個商台度，跟住之後呢，係完全冇回音嘅，係完全冇人想請我，證明我講嘢唔夠叻，我會多加練習。OK， 回到香港後，大 J 曾任職日語翻譯，其網名便是因入職日語翻譯期間的工作昵稱而命名。係呢個。錯咗少少，呢個唔係我做日文翻譯嘅時候嘅工作而命名嘅，呢一個係我日語翻譯之前嘅嗰一份工嘅時候呢，因為同我同間公司裏邊呢有2個 Jason， 包括我自己啦，我係年紀大啲嗰個 Jason， 所以呢。公司啲人為咗比較方便啲叫咧，唔好下嗌 Jason 咧，就2個一齊領頭應咧，所以我就變咗大 Jason， 咁啊簡稱變咗大 J， 係啦，跟住之後再成為咗我網名嘅。OK， 2012年他在香港藝人謝霆鋒開設的公司任職自由工作者期間開始接觸影片製作，並對影片製作產生興趣。冇錯，呢一個咧，我係 freelance 去謝霆鋒間公司度咧，就幫佢哋其中一個導演同埋個editor 咧，咁啊中間做翻譯，係啦，呢一個係點解我會開始拍片放上 YouTube 嘅原因嚟嘅。好啦，跟住去到下面啦 ，YouTuber 生涯。2012年，大 J 在 YouTube 上載其第一部影片《街頭訪問徐子珊 VS 高海寧》。呢條片呢係喺我舊頻道度嘅，我新呢個頻道係冇呢條片嘅。該影片吸引約10萬人觀看，其後大 J 在高登討論區發帖表示，如果取得1001個回覆，他便會以女性打扮逛街。帖文其後獲得1001個回覆。他因兌現承諾而令其知名度上升，係呢個都中嘅。但是大 J 的舊頻道在半年後被網民指控訂閱數造假而被 YouTube 停權，他亦因此創立新的頻道，並在下一年呢因電子遊戲《俠盜獵車手5》而開始拍攝遊戲評論影片。呢度呢講啲係啱嘅，但係佢有樣嘢打漏咗，就係我嘅舊頻道呢之後 YouTube 係開通翻，因為佢哋檢查個數據之後呢就知道咗我啲數據係真嘢唔係假嘅。OK， 咁所以呢個呢被控訂閱數造假呢一個呢係被控啫嚇。之後係證實咗咧係真嘢嚟嘅。OK， 在上載遊戲評論影片之初，大 J 透過 YouTube 所賺取的收入得多，仍要以日語翻譯作為正職來維持生計。後來由於觀眾人數上升，並而將 YouTuber 變成全職工作。呢個冇錯。2015年，大 J 在同年的香港書展發表其著作《如何製造大 J》，分享在網絡世界賺錢的方法及取得觀眾支持的方法。大 J 成為全職 YouTuber 後，其年薪達100萬港元，其中約50萬元與 YouTube 均分的廣告費用佔總收入的一半，而其餘的一半則靠遊戲商及贊助費維持。截至2016年10月，大 J 的訂閱人數約為45萬人，觀看次數達2.1億次，其觀眾約有一半為24歲或以下的人士。其實係咪一半以下呢？等我睇下先。好，等我望下我自己啲數據先啊。我而家總觀看次數2億8700萬次。
咁啊男女比例啊呢一個。13至17歲係15%， 18至24歲33%， 25至34係30%。喂，其實反而係18至34最多人睇喎，18歲至34， 13至17歲咁呢個當然包括埋13歲或以下啲啦。但係有可能呢，只係好多小學雞呢，就開 account 嘅時候就話自己30歲，呢個所以不能夠作準啊呢啲數字。好啦，我哋睇翻我哋嘅維基百科個 page 先。2016年大 J 接受訪問時表示，他的目標並非畢生拍攝 YouTube 影片，而是打算以 YouTube 作為平台賺取經驗和人脈，並在未來退居幕後擔任網絡製作人或經營電子遊戲公司。其實我已經係慢慢退居緊幕後噶啦，已經。咁我亦都有投資落去一啲公司度啦，咁啊開始有少少回報翻嚟噶啦。咁就電子遊戲公司呢個呢，我暫時仲未有計劃去做，因為呢啲嘢係要投資好多錢，同埋係會蝕錢嘅。咁所以呢，咁我而家暫時咧做啲好穩陣嘅嘢，咁啊安安全全啦嚇。2016年11月，大 J 在韓國舉行的 WebTV Asia 頒獎禮中獲得香港最受歡迎頻道獎，係啦，呢一個我唔知點解會係我得獎，但係總之係個獎係俾咗我嘅。OK， 2017年2月成為香港第一個突破50萬訂閱的 YouTuber， 亦是香港年薪8萬港元的 YouTuber 之一。2017年3月宣布第二頻道 Hungry Games 正式開始運作。呢個如果大家唔知嘅話呢，其實我係有一個頻道係用嚟專放遊戲影片嘅，所以點解我而家呢一個頻道呢係完全冇晒任何打機片就係咁解。如果你唔知嘅話，即刻去訂閱。我好想喺今個夏天之內呢，我嗰個嘅遊戲頻道如果可以突破到10萬人訂閱嘅話呢，咁我就又可以同 YouTube 申請多一個嗰個10萬人訂閱嗰個獎座呢，我好想要多一個。大家未訂閱嘅即刻去訂閱 ，OK？ 好啦，跟住之後啦，個人生活，大 J 的未婚妻麻衣為日本橫濱人，他們於2015年8月23號在數碼港舉行的 YouTube 遊戲王打擂台中訂婚，他們亦養有名為 Oreo 的貓，Oreo 都有寫埋上去喎 ，OK 喎。好啦，睇下爭議呢度先。大 J 因為在高登討論區承諾以女性打扮逛街而於高登討論區成名，但他後來與高登討論區會員反目而引發爭議。香港獨立媒體的咩啊？邊個嚟㗎？曉高神唔知邊個嚟嘅。於2015年12月4日形容大 J 有關舉動是過河拆橋的行為，他亦抨擊大 J 是網絡窮人和沒有個人之處，只靠網上騙取讚好的網絡寄生蟲，並指網民有能力捧得起你，都自然有能力窒死你。大 J 還與多名香港 YouTuber 不和，初期被指與宅男俱樂部合作後提高知名度後反面，其中在他寫的書如何製造大 J 中批評希汪，但大 J 亦有和其他 YouTuber 合作，包括台灣 YouTuber 聖結石。呢一啲爭議我不便評論啦，咁啊呢啲嘢見仁見智啦，有啲人覺得係真，有啲人覺得係假，咁啊。意見不合唔再合作，其實點解會單方面係我嘅問題呢？咁樣，所以係啦，係啦。今日呢個呢就係呢，唔知點解無啦啦呢會有人喺個網上面呢，今日幫我整咗個維基百科嘅 page 啦。呢一個 page 我完全唔知道㗎，我係冇打手冇任何性，即係如果有打手幫我寫嘅話，就唔會寫嗰啲爭議落去啦，係咪？不過呢，佢裏面啲資料呢都幾詳盡，我諗都係 follow 得我好密嘅人嚟，我諗係啦，呢一個幾有趣啊！我希望呢。喺不久嘅將來裏邊，可以令到佢呢一個維基百科呢一個 page 咧，即係寫關於我呢個 page 上面咧，咁啊多翻多啲好嘢，即係多翻啲成就啊之類嘅嘢可以加到落去。咁啊，我會繼續努力嘅，我會。咁啊，今日呢條片咧好簡單，真係有觀眾留言我先知有呢個 page 度。幾有趣，幾有趣，幾有趣。好啦，我哋咧今日呢條片先到此為止，希望大家中意，咁啊撳個 like 啦。有咩意見下面嚟同講啦。咁我哋下條片再見，係咁先啦，拜拜。